点了，在跑。警方执行巡逻勤务时，发现一名外籍渔工神情紧张，见警拔腿就跑。警方尾随后方，追去200-300公尺之后，该名渔工体力耗尽，便束手就擒。警方查询后，发现该名渔工已失联3年左右，便将其带反所，制作相关笔录后，移送专勤队收容。